性病友俗稱尖銳濕疣、生殖器疣或者成日聽嘅椰菜花，係由人類乳頭狀瘤病毒，即係 HPV 引起嘅病毒。HPV 係一種有多種類型嘅病毒，當人開始進行性行為嘅時候，就會有機會感染到。大部分感染 HPV 嘅人係未必會有病徵嘅，亦都唔會影響健康。比較少情況下，HPV 會引起嘅病包括子宮頸癌、陰道癌同肛門癌。性病友本身就唔會變成癌症嘅。HPV 主要感染嘅途徑係由皮膚同皮膚接觸傳染，即使冇明顯病徵都可以傳染㗎。較常見嘅係肛交或者陰道交感染到，較少見嘅包括口交同埋分娩時感染到 BB。性病友潛伏期通常2到3個月，亦可以潛伏超過1年㗎喎。喺病徵方面，性器官包括陰道、陰唇、陰莖、陰囊或者肛門都有可能出現細小嘅肉粒，仲會慢慢變大，望落去就好似椰菜花嘅外形。呢啲肉粒可能會流血，或者好容易被拗損，但係有啲又唔一定憑肉眼可以睇到嘅病徵。而併發症包括有部分 HPV 患者係會增加患上子宮頸癌嘅風險。建議有性行為之後每3年就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。喺分娩嘅時候，如果陰道範圍有大粒嘅性病友，可能就有需要剖腹生產㗎喇。有肛交行為嘅人士喺感染 HPV 後，會增加患上直腸癌嘅風險。治療方法有好幾種，包括外敷藥物、冷凍、電灼同手術切除等方法，將肉粒切除。感染 HPV 但冇病徵嘅情況唔需要接受治療，因為你嘅身體有機會自行清除病毒。預防方面，我哋可以避免接觸受感染嘅地方，同埋注射4+1或者9+1疫苗。佢哋嘅有效期至少有9年。最重要當然係戴安全套啦，不過要留意，性病友仍然可以喺安全套覆蓋範圍以外嘅身體部分感染。